高雄有机关甲一位查甫国小老师的行为压出来，讲这20年来涉嫌性侵40个查甫囡仔，一直到去年呢，这个老师奉收押代志才见光。另外，也国中的查甫体育组长4年来涉嫌甲体育班的查甫学生点刑砍，依法启动调查了后，2届拢认定性骚扰无成立。即马市政府是表示讲，针对这2件代志，拢会全面侦查，也会甲受害者心理辅导。有无写名的家长定情，高雄某国小男老师涉嫌长期性侵学生，被害人有40人，时间有20年遮久。何民意代表林袂调，伫议会大声来接询。20年来，没有人知道，教育局不知道，校方也不知道。为什么有办法让这个恶魔藏在学校20年都没有人发现他？民意代表我都接受这种老师藏伫学校20年，欺负其实完全拢唔知影。教育局会持续的督导学校宣导性平教育，以提升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的性别意识和敏感度。根据了解，这老师专门对儿童之家的男学生来下手，一直到去年奉收押。相关单位才知影，市府强调，去年3月知道这情报了后，就组成调查小组，也请老师入班来辅导，配合心理的咨询，保护被害人，也正全面清查，是毋是有其他人受害。林本基金会讲，这个案件无记录定情，不过也发现高雄某国中女性的体育组长4年来对10几个体育班的男学生，第一的林报这不当行为，通报了发现2摆调查报告拢认定性骚扰无成立。随意的粗暴学生这个不舒服的动作都不算构成，这样子的话，那什么叫构成？家长第3摆申诉将重新来调查，不过也这期学校顶处是真实。在捏体育班男孩子的乳头，好，然后那么多的孩子受害，学校竟然还可以认定这不是性骚扰，不用惩处。我觉得真的是荒谬到极点。我们必须所有的完备之后，那指导单位、我们的上级监督单位督导发现都没问题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给双方。市府回应重新调查的结果，体育组长性骚扰成立，会依法来定处，也强调未宽容这个收容老师的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